成個香港癲咗咁樣搶黃金去賣喎，金鋪門口啲人排隊出晒馬路，倫敦金仲癲，衝上4000幾蚊一盎司歷史新高，短短16日升咗成18%，連新加坡啲師奶咧都專程飛過嚟香港掃貨喎。香港同內地啲金價相差10幾30蚊一克，有人即日來回香港、深圳轉手賺成萬幾蚊。點解全球嘅人衝晒嚟香港買黃金呢？身為香港地膽博主啊，今日同你哋爆下今次買金熱嘅內幕。記住睇埋片尾，我哋送埋香港淘金路線攻略。錯過咗今次機會，又唔知要等多幾多10年噶啦。首先嚟講，點解今次成個世界嘅人都湧晒嚟香港買金？嗱，第一個原因，香港係國際貿易港，最緊要梗係免稅啦，冇增值稅同埋關稅，黃金純度又高喎，係9999足金。內地客同埋國際嘅買家，梗係衝晒過嚟啦。第二個理由就係中美貿易戰升級啦，美國減息咧，傳到滿天飛啊，加上政局嘅動盪啦，例如美國政府又關門，搞到全球嘅資金湧晒入去黃金嘅市場，搞到成個金價咧爆到上每兩37260港銀。截至呢個係2025年嘅10月數據下，國際金價首次衝破4000美金一盎司喎。嗱，作為香港嘅地膽，我哋通常咧都有幾條路數嘅。第一咧就去黃金回收嘅專門店啦，咁嗰度係免佣金嘅火好快啦，即刻驗收即刻攞現金。咁大家記得攞齊身份證同埋收據，最好揀埋個連鎖店，咁就穩陣啲啦。第二咧可以去啲大嘅金行啦，咁信譽良好，去用啲舊金飾啦，去折扣換一啲新嘢啦。記得問清楚嘅手工費係點樣扣下，因為回收價咧可能會壓到好低嘅喎。第三咧，我哋可以去銀行啦，咁呢個就穩陣之選啦。主要係收翻個金條個金幣啦，但係咧要係收翻自己賣出嗰個產品啫喎，同埋要預約嘅。第四咧，我哋可以去鴨店啦，咁我哋成日講嘅二叔公啦，等錢使嗰陣時咧就可以去當啦。嗰度嘅回收價係最平嘅，鑑定價咧係7至9成度啦。咁第五咧，我哋可以去一個網上嘅平台啦，咁咧係好方便啦，但風險就比較高啲啦。所以堅持咧面對面交易，留翻個交易記錄係最好嘅。喂，最後提多你一句啊，帶超過12萬蚊港紙黃金出境咧係要申報，拎翻內地嘅話咧超過5萬蚊人民幣咧就要打稅。記住拎齊雙證書、鑑證書、單據啊！